咱台湾真正好，就是有健保，不过这健保财务是真正严，实行11年的保障保费制度特别变动啊。有风声讲，这健保署拍算要起保障保费，费率对目前的2.11%增加到3%。卫福部强调，尽量卖增加民众负担，会先争取公务预算，先把政府的相关责任担起来。健保财务真严，已经实施11年的保障保费制度，是不是应该来进行调整？真是要各界注意。政团出健保署的扩大健保费基本费，建议要起保障保费，费率可能对即阵的2.11%增加到3%。再去卫福部长邱泰源讲，健保改革是永远的改革，可能要分段实施。健保的改革应该听起来这几个字，但是简单，但是他要做的事情。可能要分段来进行，经费都要用在刀口上面。上交健保保费分做一般保费加保障保费，一般的保费是以经常性薪水来计算，保险费率是5.17%。也若保障保费是包含高额奖金、利息、股利所得、租金收入这6类，费率是2.11%。以现行的奖金来讲，保障保费是基本投保薪水4倍以上才会扣，那月给是基本工资27000外。领10万外的奖金时，就要扣这个保障保费；严过月给10万的人，却是领40万以上奖金，才需要交这个保费。安尼节算，互外界产生不公平的感觉。真的去达到所谓1.1元的诉求，可能会比较还是有点艰困。力求先不增加民众的负担，可能还是会从比较明确在高所得这边来做处理。根据健保署的统计，去年保障保费总共扣720亿，其中上大户是69岁女性，伊伫银行利息摕下冠军，总共交455万。以这个费率2.11%来算，伊去年的银行利息所得至少超过2亿1000多万。股利所得部分，79岁男性第一名，交358万保障保费，股利至少是1亿7000万。最近几年虽然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但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经济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我们的补充保险费也随之就提高了。卫福部强调，台湾是少数资源无多，不过会使提供优秀的医疗照顾品质的国家。徛伫照顾全民健康角度，袂使要求悬，阁无啥物付出。只有永远伫计点这个资源，以政府负更加侪责任为优先，尽量莫增加民众负担，会争取公务的预算，先甲政府相关责任给担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